来看中营航勤的高雄勤务部，因为不满，定定就爱调去桃园机场来支援。超过一半以上的员工组成的台湾机场地勤产业工会，即马就宣布讲，即马开始要连续3个月无要加班，嘛拒绝临时调班。按照根据了解，目前中营航勤有提出上新的改善方案，要甲一体调动的人次为11个人调降到9个人。不过员工同款是无满意。工会表示，若准无较好的改善方案，中秋节就会来依法休假。中央航勤因为拖机的人力长期拢无够，正接调动高雄勤务部的员工，爱往北去桃园机场做工课，造成员工南北安尼走，无法度照顾家庭。过半的员工是组成台湾机场地勤产业工会，宣布连续3个月拒绝加班和临时调班。高勤部这边才会去发动一个拒绝加班、拒绝调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，是因为希望公司可以正视说人力就是不足。对，如果人力足的话，我们不会需要加班，我们不会需要这样子调来调去。根据了解，中央航勤高勤部的员工提出诉求，包括消透轮调的压力，甲高雄机场合理的人力保护够，希望中央航勤会当减少每一体调动的人次，提早结束调动的机场。另外，中央航空提出上新的改善方案，将每一体调动的人次对11个降到9个。今年上尾一体的调动，敢若到10月23，就是调动的机场爱到11月中以后才会结束。只是讲，若中营集团还是无法度提出更较好解决的方案，工会讲无排除会伫中秋节发动依法的休假。3个月内都没有任何改善的话，我们委员会在中秋节进行依法休假。那到时候高雄机场的航班就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。中央航空公司评估，目前航班暂时无受到影响，嘛会启动应变方案，确保航班拢正常来调度。不过工会呼吁资方，较紧和员工达成协议，停止不当的调动，无排除中秋节依法的休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